飲杯先啦！今日咁好天氣，同你嚟到赤柱睇一個超級巨型嘅臨海住宅項目。呢度堪稱為超級豪宅。超級豪宅點解啊？即刻同你睇下現場你就知。1910尺，分咗兩層。呢度同你睇緊嘅係3座1樓、2樓嘅單位。呢度3房2個套房。呢度呢一層係客飯廳嘅位置。飯廳你見到啦，喺後邊8人嘅大餐台，再加埋呢個咁靚嘅水晶吊燈，哇！招呼朋友一啲都唔失禮，而且仲非常氣派。望住出面呢一個景觀，咁大個客飯廳，梗係要有翻個靚景襯托一下。行出嚟露台嘅位置，哇！幾靚，180度無際嘅一線海景。而家我哋身處緊嘅係赤柱黃麻道到2樓睡眠區嘅位置啦。平時同你睇嘅別墅咧，嗰條樓梯咧可能行路都有啲逼，但係大宅嘅氣派，你睇下條樓梯幾闊，呢度目測起碼有4尺闊啊。然後上到嚟呢度一個偏廳，不過有樓梯其實都唔係重點，因為呢度已經有私家電梯。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3代同堂嘅話咧，呢度就啱晒啦。然後後邊先嚟一個書房，中間一個洗手間，再嚟就係一個睡房嘅位置。雖然呢一間咧就係客房，不過都唔好太少，空間感十足，一樣擺到晒睡房要有嘅物件，2雙人床。書台再加埋置頂嘅大衣櫃，跟住呢一邊咧就係套房嘅位置啦。2間套房同一個方向，有獨立嘅洗手間、浴室，滿足翻現代人富豪最中意嘅私隱度同埋私密度。而且呢2個套房都係望住一線嘅海景。重中之重嘅主人套房，主人套房嘅位置空間感亦都係非常之充足，擺到 king size 大床，仲有你嘅私家陽台。主人浴室嘅位置咧，一樣非常之華麗啊！你見到全部大理石嘅石材，再加埋獨立分隔好嘅淋浴間同埋浴室浴缸，每一個細節你都見得到，全部都係奢華。邊個㗎？你有冇睇過《富貴黃金屋》？如果你有睇過，你就知道啦。呢個廚房幾咁巨型。喂，呢度5個人10個姐姐一齊煮飯仔，享受烹飪嘅樂趣都冇問題。用晒嘅全部都係10絲華雪櫃，再加埋加近大嘅廚具、爐具。姐姐房咧就要介紹一下啦。所有嘅豪宅必備嘅咧，就係呢個獨立嘅後門啊！